Christmas！Hello， 大家好，嚟到2025年嘅聖誕，咁今個聖誕咧，我就特登咧準備咗，想要拍一個2025年聖誕韓國好去處嘅一個系列俾大家睇嘅。咁第一步咧，我哋就係嚟到呢一個明洞。明洞嘅話咧，佢哋係超級多百貨店啦，都會裝飾得超級靚嘅。第一個咧就係喺月之路入口一出嚟嘅樂天百貨店。咁佢除咗有一棵超大嘅聖誕樹啦，佢哋仲超特別咧，係會有一個櫥窗嘅設計嘅，就喺呢度啦，超級靚，呢個勁似 Hollywood 嘅一個感覺。喺明洞嘅呢一個聖誕重點咧，就係我身後嘅呢一個新世界百貨嘅呢個燈飾牆啦。位置嘅話咧，匯賢站嘅1號出口出到嚟呢一度咧，其實就已經係佢嘅呢個燈飾牆嘅對面嘅呢個位置㗎啦。但我想講咧，今年咧佢係多咗超級多嘅廣告咯，都幾唔 user friendly 嘅，大家都要咁樣企喺度等佢出嚟咯。喺 IG 嗰度咧揾到一間佢係可以睇到呢一個新世界百貨店呢個燈飾牆嘅間餐廳啦。呢度咧係冇得揀位嘅，佢係根據你預約嘅先後咧嚟幫你排嗰啲位置啦。中間嘅位置，同埋我哋而家就係坐喺呢一個位影出去。我哋一影完一輪之後咧，追嚟試下佢啲嘢係好唔好食噶啦。佢呢一度嘅話，其實價錢唔貴嘅，都係2萬幾3萬won左右。嗰係肉醬味嘅超級大型嘅通心粉，包住入面有啲肉，所以佢呢個性價比都 OK。除咗係佢個景色真係同我想象中有啲唔一樣，距離有啲太遠之外，嘢食啊都 OK 嘅。呢一度咧就係明洞嘅第3個比較聖誕少少嘅打卡位。佢咧就係喺所有小食街樓上，所以大家可以去完其他嗰2個 spot 啦，行下啲小食啦，食下嘢，跟住行上嚟打個卡咁樣。咁我哋嘅第一集明洞聖誕特輯咧就嚟到呢度啦，我哋期待一下下一集，下一集再見，拜。